好，繼續 Nelson，大家睇個日本嘅樓盤，睇完東京樓之後嚟到大阪，見到啦，呢個係我哋大阪個標誌性建築通天塔啊，同埋已經寫咗 Expo 2025年啦，大阪迎嚟一個咧5年一度嘅世界盛事，一個世博會啊。OK， 咁啊呢個樓盤咧非常之近呢個通天塔嘅，講緊100-200米嘅距離，行到行到過嚟現場咧，通天塔下邊一個非常之熱鬧嘅一個小食街啊、美食街同埋呢啲伴手禮之熱鬧，非常之方便。所以呢邊嗰啲無論係租務啊，或者係可能民宿啊、酒店嘅需求咧都好大嘅。咁啊，沿路都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遊客啦。大家知道啦，其實疫情之後咧，日本人係一個旅遊嘅高峰期啊，口嘅數量咧係高對4000萬。咁而其中咧有差唔多係25%啦，甚至係我哋中國嘅一啲遊客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差唔多成1000萬嘅遊客。所以其實呢一邊咧，對於一個酒店啊或者住宿嘅需求咧係好大嘅咁啊，加上大家知道啦，而家 yen 跌得好犀利啊，跌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咁啊，基本上咧就係30年咧嘅新低位嚟㗎啦。咁啊，比起2020年嗰時咧7算而家5算，咁啊差唔多係打6折，即係無論你嚟呢度食嘢又好啦，買衫都好啦，或者買樓都好啦，都等於咧買咗一個6折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我樓盤喺邊度咧？就係咧前面轉彎呢個位置就到啦，真係完全係無花無假。就係我左手邊呢棟咧灰色嘅一個建築物啊，係啦。咁啊，全部係現樓嚟起好晒㗎啦，咁啊，已經係外牆方面你見到咧做咗一個咧就係簡單嘅翻新嘅。咁裏邊會採用翻一個和式嘅一啲咁嘅裝修風格嘅，符合即係日本一個特色。見到啦，嗱佢地下咧就一個 lobby 啦，同埋一間地鋪嘅，係啊。咁佢上面咧就有1、2、3、4、5有5層，每一層咧就係有4個單位。咁因為呢成棟建築物咧係有成25個單位嘅。咁啊，建築面積係620平方米。不過咧日本同國內有唔同。咁啊，日本係一個室內嘅實用面積嚟嘅。咁啊，呢棟 building 咧成棟咧而家賣緊係7.98億成棟買7.9億，折合咧大概就係4000萬人仔度啊，可以買到成棟起好晒嘅 building， 總共有25個單位。離我哋呢度見到啦，離我哋大阪嘅地標通天塔只係100-200米嘅距離呢個回報率咧非常之犀利想知道可以做得幾多？好，留言俾我哋好冇？咁我哋到時同大家詳細分析。OK。今日介紹嘅樓盤咧，除咗就喺通天閣隔離之後咧，亦都係毗鄰3條核心嘅線路嘅。行路咧行3分鐘就去到呢個惠美須町，行5分鐘咧就去到個新金宮同埋動物園前澤噶啦。去到動物園前澤咧4分鐘咧就去到南波站，13分鐘咧就去到大阪站，甚至乎去京都行下清水寺、金閣寺咧都只需要38分鐘啫。想翻香港、翻國內咧，去翻關西空航機場咧都只係需要35分鐘，可以話非常之方便嘅。項目周邊嘅旅遊資源咧非常豐富啊！利用呢個便捷交通可以直達各大人氣景點嘅。行路咧行1分鐘咧就去到通天閣，搭地鐵嘅話咧2分鐘就到天王寺，4分鐘去到南波公園，6分鐘去到港人最中意 shopping 嘅心齋橋啊，13分鐘就去到梅田，15分鐘咧就去到大人同細路中意嘅環球影城啊！好啦，咁關於呢個樓盤嘅介紹咧就暫告一段落啦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詳細嘅資料咧，歡迎留意查詢咯。